有啱啱投咗啦。盡公民責任啊嚇。唔使投咯，嚇冇乜心水，係啦。幾好喎，啲人幾踴躍喎，好乖喎。大嘅一定唔能分票，啲票都唔能少，全部應着投票，每隻票可能投動和超級嘅發揮更大就啲差距。其實先一定要繼續守住自己最好選擇，民建聯現時全面高調。多啲發聲啦，監察政府啦，做啲實際啲嘅工作啦。搞啲經濟啦，幫助下啲弱勢社群咁樣。選民出嚟投票，因為今日呢一票係重要嘅，係我哋大家推動改革，我哋大家守護災民，同埋大家凝聚力量共同前進嘅一票，亦都係選好立法會咧，令到我哋更多事情可以做，無論係處理今次嘅災情、善後工作，以及我將來嘅制度改革，或者社會整體嘅發展，都係非常重要。所以係希望點樣嚟協助一啲受影響嘅居民咁咯。亦都有啲商家向大埔居民提供優惠，咁你對坊間呢種